來看咱國內，主計總處公布今年1月到4月平均的薪水是48826塊，增加幅度是這6檔來同期上界懸的。不過，無同產業的差別也真大，薪水明顯增加，有關是集中在咧金融科技業甲 AI 高科技產業。主計總處發布上新薪資統計，今年1到4月的平均薪資48826塊，年增2.77%，扣除無加起了後是當年同期的新高，薪資起伏超過通膨。我覺得通膨還是太誇張了，除非做其他投資，不然我覺得很難靠這個薪水繼續這樣子生活或退休這樣。因為我們本身是科技產業啊，所以對，可能就普遍有達標這樣子的數字。統計資料顯示，4月全體受雇員工經常性薪水平均來到49146塊，中位數落地39348塊，也毋過詳細看產業別來說的餐飲業，中位數是31784塊，電子零組件業48532塊，無工產業別落差有關大。人力銀行業者分析，就業人數較濟的來自服務業，因為欠工薪水有緣會繼續起，只是論幅度也不如有 AI 助攻的高科技產業。比較有感，可能還是集中在科技業跟金融業部分，這種從業人員比較多的這種內需型服務產業，這個所謂的餐飲業啦，或者是流通量販業，可能對於這個薪資調幅呢，這個感受比較沒有那麼的這個顯著。人力銀行也觀察到，最近因為房市降溫，也影響不動產中介人員的薪水。起伏有變慢的態勢。另外一方面 ，AI 甲半導體供應鏈受益需求強，薪水繼續成長。不過，並不是所有產業攏會當同步受益，包括大數餐飲、部分服務業甲傳統產業，薪水成長幅度有限。主計總處指出，這波薪水成長動能主要來自基本工資調升甲企業加薪。那整體薪水增幅繼續懸過無價起伏，實際薪水有希望維持正成長。記者綜合報道。